我就把它插进去了啊，接好了，啊，插好了啊。那个就是启动的开关了，这线啊，要研究看看它到底写什么字，主机板上面会写什么字力，看不出来，它写 JFPI 啊 ，JFPI。然后从这个其他的主机板来找，有没有 JFPI？ 先要有电源插头了。你看这里有插头，看到了，这里有插头。问题是它怎么是只有三个针而已？你看到 SPDIF，IO。不然就是这个，看看这个有没有可能？哎，Power LED， 哦，终于找到了！你看到 Power LED 了，哦，终于找到了哦。Power LED 啊，看就是这个哦，这个啊，电脑的开关那个了。你看这里还有系统的扇。System fan， 系统的扇，风扇的啊。刚刚有拿出来看了啦，但是字就是 Power LED 啊。刚刚看了电线那个接头的个前端了哈，接头那边那个字就是 POWER， 它这里只有 PWR， 然后后面 LED 是一样的，这样确定了啊，确定了，就是把它拔出来接到这里，然后试试看。问题是这里有三支针，到底是要怎么接啊？这还要研究啊。